李登辉前总统是今年的2月，因为啉牛奶砸到，引发到吸入性的肺炎才来过身。所以厝内底若是有长辈者，或者是长期体毛层的病人，或者是中风，或者是吞物件功能退化的人，拢要特别注意。讲台湾每一年有超过5000人因为吸入性的肺炎来死亡。 前总统李登辉因为啉牛奶砸到吸入性肺炎入院，你毋知影讲，这款肺炎是老年人最大的杀手之一。伫台湾每一年上少夺走5000条人命。国外研究呢做出来，吸入性肺炎哦，只要一住院，死亡率都高达3、4成，甚至到进加护病房应该是5成以上。 吸入性肺炎的高危险群包括老大人、长期倒伫病床顶、心血功能慢性病、失智、中风、食物件有困难的病人。若是讲厝内有健康状况较无好的老大人，要预防，第一是饲老大人食物件时上少爱坐悬差不多45度到60度以上，饲了1、2点钟内莫随倒落去，减少流质的物件改做半流质的，也是固体物件，喙孔要保持清气，减少细菌入到呼吸道。医生嘛建议这个方法。 放置鼻胃管呢，本身就是你的进食就由鼻胃管去喂食，就可以避免说食物喂到气管里这个问题。若是出来时大食物件时常会去砸到砸甲会扫，一定要赶紧去找医生。针对吸入性的肺炎，又是刺激性肺炎的伤害，千万唔通无要无紧。